到灰姑娘。如果有一日你部電視機莫名其妙咁跳台，會發生點樣嘅狀況？今日我哋同小朋友講嘅係經典童話故事《灰姑娘》。今日嘅動物世界同大家介紹下分佈喺非洲大草原上嘅河馬。而家我哋體育頻道為你直播緊嘅係曼聯對車路士嘅比賽，比賽即將開始。從前有一個美麗嘅小女孩，佢叫灰姑娘。灰姑娘一般分佈喺非洲。河馬嘅犬齒巨大，一般長50至60厘米。河馬嘅全身皮膚裸露，呈紫褐色，脂肪厚度約40至50毫米，所以河馬非常適合打中場。而呢個中場球員將個波傳咗俾朗尼，而朗尼佢有一個好狠心嘅繼母同2個惡毒嘅家姐。呢3個人嚟咗佢哋屋企之後，灰姑娘嘅生活變得非常之單調。佢每日淨係可以跟住雲加爾征戰歐冠，而其他入唔到歐冠大名單嘅灰姑娘就每日被逼住做好辛苦嘅工作。但係佢有一顆好善良嘅心，而且身價已經超過1億歐元。有一日，城中突然之間傳嚟一個消息，王子決定喺皇宮舉辦一場盛大嘅舞會。佢決定邀請全城嘅斑馬、獅子、河馬開始咗1年1度嘅大遷徙。但係灰姑娘嘅繼母唔俾灰姑娘參加舞會，每日仲要佢入波之後跳後空翻慶祝。好快中場又開波啦！依家大鏡波嘅係灰姑娘嘅2個家姐，佢哋將灰姑娘困咗喺閣樓。正當灰姑娘感到非常無助嘅時候，女巫出現啦。佢舉起手中嘅仙女棒，向灰姑娘施展咗魔法。於是曼聯入波啦，2比0。但女巫警告灰姑娘一定要喺12點前離開舞會，如果唔係，佢就會變成一個黑人球員。而呢個黑人球員帶住個波鏟入禁區，而禁區裏邊有對方嘅王子。王子佢被灰姑娘深深咁樣吸引住，佢打算向灰姑娘展開追求。於是佢邀請灰姑娘主罰12碼，但係對方門將反應好快，佢即刻就去咗同王子跳舞。但係快樂嘅時光總係過得特別快嘅喎。灰姑娘突然之間睇咗下鐘，發現自己已經錯過咗交配嘅最佳時機。如果錯過咗呢個好時機，就只能等下1年啦。灰姑娘嘅突然離開令王子不知所措，佢急急忙忙咁樣跑出去，發現已經唔見咗灰姑娘嘅蹤影啦。喺匆忙離開嘅過程中，灰姑娘留低咗河馬嘅排泄物，而呢啲排泄物係屎殼郎最中意嘅食物。傷心欲絕之後，王子終於決定重新振作。佢召集全城嘅大臣去揾到嗰個可以着上嗰隻水晶鞋嘅雌性河馬。雌性河馬每到咗交配嘅季節，佢哋會潛入水裏面，開始等候適合嘅雄性河馬出現，然後準備開始尋找灰姑娘。呢個係一個艱難嘅過程，但係王子佢做到咗。王子同灰姑娘一齊返到皇宮，迎接佢哋嘅係一群激動嘅現場觀眾，而現場觀眾嘅氣氛非常之熱烈，居然喺觀眾席度玩起咗人狼。婚禮過後，2個人終於有咗獨處嘅機會。呢個時候，王子捉住咗灰姑娘隻手，一個凌空抽射，居然臨門打飛機。就係咁，喺春季嘅交配過後，灰姑娘同王子過上咗幸福美滿嘅生活。上期嘅 IQ 題係看圖猜題，請用一句8個字嘅話嚟形容下面呢幅圖。答案就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。今期嘅 IQ 題係有邊2種水果全世界都有？知道答案嘅你，將答案發送俾最耀 B 微信公眾號 Top YB Studio， 答啱將會有機會獲得我哋送出嘅精美禮品1份。正確答案同獲獎名單將會喺下期節目公布。好啦，今期嘅節目就到呢度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最耀 B 嘅精彩內容，請訪問我哋嘅56主頁或者關注我哋嘅微信公眾號。我哋下期再見。